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0月28，公视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早起有代替的司机驶经过新市甲永康中，发觉铁机若像有别，一个查可能一截26寸外长。昨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亲身说明，流行性感冒预防车敢会引起不良的反应，早起确实较少人去排列要注意。美国卖咱武器引起中国各大班的发言人放刁批评民进党政府，咱国陆委会批评中国唔通起事端。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早起代替又搁发生消耗品保养的问题，就是有区间车的司机驶经过新市甲永康这两站中，发觉铁机若像有别，一个派人查落去，果然一截26寸外长，才赶紧先用气尾板固定挽复掉。但立法委员也批评代替保养的作业定着有破拍，这会连铁机别都要外靠司机咧通报。必开的钢轨先用气尾板暂时固定。伫早起代替区间车的司机员，伫7点31分汇报讲，车伫咧经过新市到永康之间有悬价差，钢轨敢若是断别去。代替尾就封锁新市到永康的东正线，公务单位到现场查看，认为是阿鲁米列这焊接的所在有出现19公分的壁损，伫10点01分用低钢轨接头气尾板固定。恢复双向通车。早上第一趟3137经过的时候，发现跟我们说，我们东正线它经过的时候有高低落差，立即就已经开始有注意，请后续列车慢行帮我们注意。结果3709经过该路线的时候，发现断轨。因为正拄是上下班的时间，这个人单线营运，代替的永康站是人开甲满满。代替进行者因为成功站长轨的事件，第一时间汇报不实，引起各界批评。这么个发生必轨的事件，立委批评代替的顺轨作业有问题，乃特别拢是司机员汇报，迄当阵车路已经驶过啊，真危险。部长不应该是司机发现的，应该是我们的巡轨员或者该段的道班，那为什么事先没有人发现？这个部分我们再详细了解。所以今天夜间可以抽换断轨，不会有缺那个料的问题吗？上次有缺料的问题，所以才拖了时间。这个过程 SOP 有检讨，事实上也是需要修正的。交通部长林佳龙讲，代替伫最近5年发生13件断轨的事件，会要求代替做好 SOP 处理。代替尾也发声明过，讲伫早起现场时已经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承认气尾板固定钢轨，恢复正常的行车。到暗时营运时间结束了，会封锁路线，做换钢轨的作业。代理内部也已经做专案调查检讨，伫咧确认原因了，会紧速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昨暗7点，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亲身出面说明讲，目前调查咱国内流行性感冒预防车自过了后，无偌久人煞来过往的案件，拢总有4件。照看原因，拢是对心血管的病症来，应当和注射无直接牵连。经过专家会议，决定公费给付注预防车的政策会照原继续办。日前暗时7点临时举办记者会，卫福部长陈时中亲身出面来说明国内流感疫苗注射了后不良反应的事件。虽然专家初步研判4件死亡个案甲疫苗无直接的关系，毋过为着避免台湾人惊吓，陈时中强调讲，不良事件无定义讲是副作用。这两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到底是不是因为疫苗所引起的副作用？那这要由这样的一个通报的案件里面。经过我们的专家再来研判，它是否有关联性。根据统计，到日前为止，注流感疫苗了后不良事件总共通报76件，属于严重不良反应25件，其中各共14人，西诺非8人，东洋3个人。4件注射流感疫苗死亡的案例，年岁伫62岁至77岁，是因甲本身的慢性病较有关系，所以流感疫苗的注射政策会继续来进行。这4例其实死因都是心血管疾病，包括有电脑断层发现明显的有脑出血，或者是心导管检查发现有心肌梗塞。所以在昨天的专家会议讨论之后，认为这4例的死亡是和流感疫苗没有直接关系的。专家还是建议国内继续推动流感疫苗的接种计划，不过还是要持续密切监测接种不良事件。
台中有一个51岁查甫人无慢性病史，说伫咧做公费流感疫苗了后10天出现急性心肌炎的症状，目前还未脱离危险。敢是因为疫苗引起的，抑搁伫咧调查当中。若是台南有一个爸爸，26嘛伫咧网络铺文表示，家己的囡仔伫咧做疫苗了后，出现平均5分钟一摆的高热状况，嘛烦恼讲是因为做疫苗所引起的。台南市卫生局会介入调查来了解状况。记者综合报道。确实，因为流行性感冒预防针注料冷刷来不幸的案件，这款风声也影响到民众去注射的意向。虽然陈市长部长有亲身出来说明，不过你像今日知影，台北市艋舺蔡亨里的里面活动中心这的注射站，来排队的民众都已经有较减了。医护人员一个一个核对身份，所来个斟酌问健康状况。民众排队要来做流感疫苗，不过最近因为国内外拢传出做流感疫苗了后死亡的病例，再去台北市蔡亨里的里面活动中心，内底要做疫苗的人数，甲去年同期比起来，至少减一半，敢若80多人尔。有一点担心，想说，哎呀，再来打看看啦，因为我打好几年了嘛。因为600多万才4个。那也不是这个问题的产生啊。昨天就接了10几通的电话来关心说，那我们这次的疫苗是怎么样？不良反应其实每年都有，那可能是因为今年有韩国的那个新闻，所以大家就特别把这个事情放大。那其实不良反应不见得就是它的副作用。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到10月26为止，公费流感疫苗已经注424.3万剂，不良事件通报76件。若是以程度来分，最严重的有50件，症状包括头壳晕、头壳痛、红疹、疹、发烧等等。大部分拢已经恢复，或者是追踪结案。严重的有25件，其中4件是死亡个案，另外有1件的通报者也搁伫咧调查。疫苗因为一做就几千支、几万支，那一批疫苗会全部污染，很快就会很多人都出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每次都在调查同一个批号的人有没有产生问题。如果同一个批号的人都没有问题，只有这一个人出问题的话，那大概就不是一个共同的一个污染事件。那目前的情况也都是没有共同的一个来源，现在都是个别的问题。医师表示，国内所发生的这几件流感疫苗死亡案例，经过专家会议讨论了后，认为讲，甲注流感疫苗应该无直接的关系。研判目前流感疫苗应该无危险的警讯，民众唔免想过头烦恼。记者综合报道。欢迎朋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今仔日又搁新增加一个按印尼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目前国内拢总是551宗病例，另外对台湾出境去日本、去泰国，煞拢有民众验出病毒。咱就来听指挥中心陈时中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那我们今天宣布一个我们新增一位境外移入的案例，那是没有症状的印尼籍的移工。那按551，并于10月26日由中介安排至医院自费采检。那今天确诊个案的接触者有25人，一同入境至印尼籍移工，那检验的结果均为阴性。另外呢，在就是我们国人出国入境他国我们今天的报告有3个案例，2例是从台湾出境到日本，另外1例是由台湾出境到泰国。那所有这3位在台的接触者，共我们匡列了39名，应采检28名。那其中20人核酸及血清的抗体均为是阴性，那7人检验中。继续关心政治，来讲一礼拜来，美国连续2摆要卖咱武器，但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放刁表示不满，一句讲美国是咧主张台湾独立的势力，对台湾独立的势力送出错误的信号。2句讲民进党政府对中国军事威胁，这是自不量力。咱行政院陆委会也有应声，望中国都要理性准则，唔通阁起事端。美国国务院批准3条对台军售，包括攻击性武器，引起中国的不满，宣布被制裁3间美国企业。过无几天，美国国宣布要卖100粒气炸反舰飞弹，总金额差不多23.7亿美金。一礼拜来2遍对台军售，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重申，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军售，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的信息。也佫讲，民进党政府对中国军事霸凌，唔知影责家己的材料。民进党当局公然对大陆进行赤裸裸的军事威胁和挑衅，不自量力，企图勾连外部势力，以武谋独，加剧台海紧张，
只会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面对中国强硬武器，陆委会认为，台湾向美国等国家采买军备、充实防卫能力，是捍卫国家负责任的作为。希望中国爱理性看待。台湾也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量，遏制中共变本加厉的对台挑衅施压。我们要再次呼吁对岸，要理性克制，切勿挑衅生事，勇于承担维护台海和平应尽的责任。就伫美国对台军售两化互相伫咧抢渡的时阵，中国陆军第73集团军某一个核成旅5天4年的行军，到西北部某一个综合训练基地，开始导弹种高强度加极限距离的射击考核。对准目标实施火力压制，中国军方讲目标区域已经达到火炮的上大射程。无视中国的军事演习，台湾也举行建比周。2年出了超前击人。士兵藏伫咧伪装真济资源回收不地战车下骹，结合民间的铁工场做稳备训练。上特别的是，这台黄色的工程车其实是混霸装甲车。国家查帮盗窃伪装，顶头喷灵魂启动，展现国军的用心。记者综合报道。早起国民党扶持的智库国家政策基金会针对美国的总统大选嘛举办研讨会，现场有专家表示战甲遮激烈，胜败实在难料。台大政治系张定吉教授是讲，美国反对中国的态度愈来愈明。选举过这2国和咱一定会进入愈极端的时代。咱虽然和美国好，家己的自主权嘛就要顾全。美国总统大选就要到啊，大选的结果会影响到台海的局势。28早起，国民党智库举办美国大选研讨会，几个专家学者拢认为讲，目前川普甲拜登竞争真激烈，胜输胜赢还阁真歹讲。学者严进先分析，有机会加向269票，比269票平手的局势。到时以美国的宪法，总统会由众议院来表决，副总统由参议院选出来，选民恐惊是无法度接受。美国会不会乱掉？就是总统跟副总统有可能是不同一个政党，那美国会不会对美国整个民主的运作会有一些质疑了？都已经到达3点多，这个就是表示在选前的这么近的时间里面，你持续下跌，像泻肚子一样。学者张定吉认为讲，美国新任的大法官是由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就任，对拜登的声势是有帮赞。2019年开始，美中台3边的关系豆豆拍破平衡的状态，加上美国下党派反中国的声音真一致，要揪紧台美的连结，这嘛会让美中台的关系进入新两极时代。美国最终还是要掌握3边关系的定义权，不会轻易让大陆跟台湾来掌握。如果美国是一个选举，然后呢，川普要给我们台湾更多的 offer 来增加他的一个筹码，我们是不是只能接受川普方案？川普政府伫1礼拜内通过2届对台军售案，不过学者嘛烦恼讲，美国甲中国掌握比台湾更较侪政治本钱甲政策选择，伫美中影响之下，台湾敢是敢若会当消极接受美国对台湾的方案，还佫有要安怎掌握自主权是刷落来的难题。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顶日中国民间咧做海沙生理的抽沙船，归军西湾马祖南竿的海岸边，海巡署已经有调派2000吨级大台的巡防船过去支援。早起行政院海洋委员会李仲伟主任委员伫法院是说明讲，拍算这是中国民间家己的作为，毋是军事行动。咱事实嘛一直有和对方联手咧处理非法的抽沙船。上8台中国抽沙船，敢若是包围马祖南竿。海巡署调派2000吨的新北舰支援马祖海巡队强势处理。海洋委员会主委李良伟28到立法院做业务报告。李伟讲，这款船队根本就是海盗船，也问李良伟，中国安尼去做是不是军事行动？是不是一个军事的一个动作呢？我想这个我们要看他的后续的作为是什么。但是我们目前来看，他没有一些什么军事的企图。海巡署加强驻地金门、马祖、平湖等海域，今年1月到9月已经查扣3台违法的抽沙船，以上伫检视侦办。李良辉讲，这主要是两岸协同执法，
今年已经执行13遍，效果正好。伫最近也发现2个盗采猎区，分别是平湖七里乡西南边的台湾滩，也个马祖的南港甲基隆之间的海峡。伫马祖被盗采情形继续恶化，李伟讲马祖海峡有执法的漏洞。如果在金门马祖划了经济海域，我们就跟中国的主权问题就在这里纠葛不清嘛。所以这部分敏感，我们没有专属经济海域，我们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去限制或禁止水域。李良辉强调，绝对无用准中国的抽沙船正在禁限制水域，若发现就是强烈驱赶。根据海巡署的统计，109年到即马已经驱赶中国抽沙船3854次。比去年大幅度增加3254遍。另外，为了要捍卫南海主权，海巡署将会甲国防部合作，定突发状况应变计划，做好实兵演练，强化东沙岛加太平岛的自卫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来讲，美国联邦政府外交部门的头人国务卿麦蓬佩奥，即站含国防部长2个提头，登去伫咧印度访问，嘛含印度的外交甲国防部门的领袖拢总4个，互相三头两面坐做伙商议，也已经有签过6条军事合作的计划。麦蓬佩奥阁强调讲，合作才通对抗中国的威胁。美国大选的前一礼拜，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东南亚，头一站甲国防部长艾斯培去到印度，而且甲印度外交部长甲国防部长展开2+2的对话，签订几系列军事合作的协议。蓬佩奥是大力批评中国扩张的行为，美国甲印度要共同对抗中国的威胁。That the CCP is no friend to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transparency, nor to freedom of navigation, the foundation of a free and open and prosperous Indo-Pacific. I'm glad to s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are taking steps to strengthen our cooperation against all manner of threats, and not just those pos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美国甲印度签署的军事协议，唔但涉及军售，还佫有分享卫星的资料。印度接落来会当透过美国的军事卫星，即时摕到更较精准的地图，对有近中印军力的距离有帮助。蓬佩奥甲艾斯培嘛向最近伫咧中印边界冲突当中过往的印度士兵来致意，显示美国对印度的支持。We 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 in support of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for all, particularly in light of increasing aggression and destabilizing activities by China. In that process, we reaffirm our commitment to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美国积极强化印太区域的合作，邀盟友对抗中国。美国甲日本26展开11天的锐减军演，美国出动雷根号航母，甲几百架军机，甲日本海上自卫队，双方出动46000的士兵共同演习。这嘛是日本首相菅义伟9月份就任以来第一场大型的军演。外界解读是要因应北京军事活动的增加，透过军演来对中国展示军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欧洲武汉肺炎变化的情形，昨俄罗斯这国新增加320个不幸过往的患者，是有史以来上界济一日。政府机关也下令出入公共场所，出验决定爱挂。比利时的情形也真艰难，连医师本身有染病，嘛同款都要继续看患者。搁有英国当研究出病人复原了后，体内抗体嘛是会一直减无去。全球致病病例数量第4冠的国家俄罗斯，日前通报新增加320件的死亡病例，创过一天的新高。就算俄罗斯讲新冠疫苗研发是领先全球，不过因为病例数量一直增高，政府下令2月开始，全国公共场所强制挂喙安，而且限制酒吧、甲餐厅等等的娱乐场所，该人伫咧早起6点到暗时11点之间营业。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是因为甲确诊者有接触，目前当地自我隔离，甲所谓行程延后。不过真正确诊的是国际卡球总会非法主席50岁的因凡提诺。国际卡球总会表示，因凡提诺的症状真轻，会隔离至少10天。根据英国伦敦帝国学院日前发表的上新研究，对总36万5千的英国人口发现讲，致病了后体内生成抗体人数3个月以来是减超1/4，代表患者感染病毒了后生成的抗体并无久，看起来想要达到群体免疫是有困难。In a sense, this doesn't change very much what we think about the need for a vaccine. So we knew early on that a very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was still susceptible to infection.
and that's still the case. So there's still a strong need for a vaccine. 比利时疫情嘛，强要失去控制。过去一礼拜，逐工平均新增加码12500个确诊，平均逐工有467个人住院，比例是提高85%。根据 BBC 的报道，为着避免医疗体系崩败，至少10间病院要求医生就算讲是治病，若是无出现症状，就必须斗相共看诊。沃隆大区甲布鲁塞尔大区嘛宣布延长宵禁的时间，到暗时10点到早起6点。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进前法国一个老师因为气候信伊斯兰教极端的人士刣死，当下造成中东这边真侪伊斯兰教的信徒行上街路，要抗议法国。Turkey 这国的总统甚至提头要求证人唔通搁买法国出产的用品。总是经济专家也讲，法国出口的大批生理，就是卖武器给中东这边的国家。民众讲要抵制，效果恐惊是有限。自北非到中东，搁再到南亚，穆斯林国家的民众拢上街头抗议，并且烧法国国旗甲总统马克宏的像。利比亚这间店记者柜台头前涂骹，印度民众保持社交距离的标示，一个挑工用马克宏的相片，互大家搭伫咧顶头出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趁这个机会，带头呼吁全世界10亿个穆斯林共同抵制法国的商品。有真侪伊斯兰国家的商店响应，画架架顶的法国货全部拢下架，为用塑胶布盖砍掉的。并且打拥护穆罕默德先知的标语。对这寡国家的穆斯林来讲，其他国家的政府拢爱遵照伊斯兰教义的规定，严听伫咧上课的时阵，展示穆罕默德肖像的行为。من قبل فرنسا والرئيس الفرنسي والمؤسسات الفرنسية بحق الإسلام وبحق النبي الأكرم محمد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同款是穆斯林生活伫咧法国，享受同款民主甲言论自由的伊斯兰信徒看法就无同。C'est le principe de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en France, donc ça me plaît pas, mais j'ai libre à moi d'ignorer cela. Mais rien, absolument rien, ne saurait justifier l'assassinat ou de porter atteinte à l'intégrité physique d'un homme parce qu'il a caricaturé. 法国政府官员自马克宏以下，也拢谴责以宗教毁灭的目的。Et de rappeler qu'il n'y a aucune lutte contre les musulmans français, il y a simplement une lutte contre l'islamisme et contre le terrorisme. 包括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德国总理梅克尔等欧洲领袖，甚至马克宏当年的竞争对手国民党党主席马林勒庞，也拢发言挺法国政府。法新社报道讲，这边的抵制目前看起来影响有限，因为穆斯林国家也顾虑到欧盟国家的反弹。另外，法国真正出口大宗是包括标防战机在内，中东国家正需要的军售。若是抵制行动伤大，对穆斯林国家无一定是好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内下晡上届新的消息，来讲10月到单，高雄市警察局6区分局已经发生2站警员食酒赛车的交通意外，引起陈其迈市长话大硬，讲若搁再有这款情形，要求一律记2大个免职。昨昏伫咧10月23引起事故迄个警员的处分结果公布，确实就是免职。搁有伊顶头的所长，甚至是分局长，也拢连带处罚落着。10月7日暗头高雄市6区分局麦山派出所姓吴的所长，啉酒了后骑车伫咧旗山甲人相撞。无1个月时间，23佫发生6区分局无啉分子所姓谢的警察，啉酒了后赛车去弄着停伫咧路边的汽车。分局原本家记1支大告，毋过市长陈其迈要求按严格处分，高雄市警察局家记2支大告，还佫有免职处分。这个严谨已经是累犯。而且酒测值高达这个1.2毫克，有一大过加重处分，依法有据。而且依照公务人员考绩法第12条，言行不检，严重损害政府及公务人员的声誉，一次记2大过处分，予以免职。毋但啉酒的警察互处分，医管区的主管嘛要连做来处罚，为所长到分局长嘛拢有记告。其他监督有疏失的人员嘛有记告或者是新改。台湾警权会表示，市警局处罚记2支大告，甲免职是依法有据，会尊重这个决定。毋过连做处罚，恐惊会侵害到其他同事休困的权益。虽然无赞成，毋过敢若会当尊重。放假在家怎么做事，做什么，我们都基本上都不能够侵
入太深，因为毕竟是同仁自己的勤余时间、休假权利，他没有管好自己呢，我们要怎么知道他放假之前有没有喝酒？高雄市警察局局长刘碧龙表示，警察是第一线的执法人员，说知法犯法实在是无应该。英国嘛严格禁止警察饮酒塞车，不过要是搁一个来发生，未来若是搁有警察饮酒塞车的情形，一律会严格来处分，单位主管嘛要负责，唔通搁结果无咧信道。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明年就要新开放美国猪肉进口，不过目前真侪地方政府拢已经有定驻地条例，规定猪肉制品袂当验出正肉精。早起卫生福利部四税员处长点刘发言，面对立委咧探问这条代，伊也强调讲地方的条例，若和中央的法律冲突，就是自动失效。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继续连续审查农委会拍算开放国外猪牛会当使用莱克多巴胺的公告，针对未少县市定出驻地条例，猪肉佮伊的相关产制品未当检出乙型受体素。主委陈吉仲表明，零检出做袂到。我想，只要有人类，那有化学物质要做到零检出，在很多世界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那现在重点是怎么来确保所有的食品安全？会议一开始，未少立委进行定时发言。国民党立委要求开完公听会了后，应该佮继续开食品风险咨议会，才会当进行审查。面对行政院甲卫福部发文要求地方政府要检讨修正驻地条例当中要求产肉精零检出的规定，卫福部处长薛瑞元证实确实有这件代志，嘛强调若无爱修正条文会自动失效。到了明年1月1号，这个自治条例因为抵触母法还是无效的。是自治条例如果是定这样子的话，那人民也就是说这些贩卖的，他就无所适从。地方政府无分哪力，拢定出相像的零检出条文。对此，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若地方坚持，恐惊会互牛排馆关门。你对这样的地方民意，你有没有什么评估？各位报告，如果台北市定这样的话，那所有的牛排店都关掉了。美国牛肉有64000公吨，都是莱克多巴胺。毋过，过来县市的驻地条例明确写出产肉精零检出的是猪肉甲伊的产制品，并无直接规范牛肉。立法院经济委员会28号审查农委会公告，一早到85个立委登记发言，估计会议要为下早啊开到下暗。记者林任光甲台北报道。再来讲，中央银行的杨金龙总裁则打讲，短期间内代票200块换美金1块银，可能会渐渐稳定。总是这款情形对外口出口的电子业确实真有影响。生产手机壳的大工厂可成公司，打公布第3季的财务报表，干那代票起造成外汇消磨，金额就超过24亿，地数和去年同期相比起来，减赚有8成才济。伫最近，美国量化宽松一直印钱，热钱走来亚洲，和台币汇率一直升悬。而且，新台票对外美金汇价是要卡到偏华南防线28个半的28.5万，最后收伫咧28.872，从9年2个月以来升悬。伫几工前，央行总裁杨金龙所讲的28对1美金的是新常态，已经来啊。台湾已经很清楚的，除非他改规则啦，要不然的话，一定是在汇率操纵国的观察名单嘛。现在央行要很谨慎，那他只要谨慎的话，那个台币在28块徘徊，就是会变成一个新常态。礼拜新台币汇率继续行悬，开盘28.89，开价行悬，盘中搁再升破28块6的关卡，上关是28.587对1美金，去强要到3角，一直挖到偏华南防线28块半。新台币升，出口导向的产业就一直受影响，其中金属机壳的大厂可成第3季营收就受到这边新台币汇率行升的影响，产生汇损24.3亿，国家顶一季海外营业回转来，产生一次性的税金。造成单季税后损益只敢若剩5.69亿，甲顶一季比衰退挖到8成，甲去年同期比衰退是超过8成，每一个月损益自3.63报到只敢若剩0.75。第3季的一个财报，这个是一次性的一个冲击，你连续2季大幅升值的一个可能性并不是那么的高，因为不排除就是说可能第4季升值的幅度不会像第3季那么的大了。
分析师讲，受到汇损的影响，毋但是电子业、机械业、工具机业，也有寿险业的冲击也真大。美金汇率形势变化，恐惊就要等到美国的总统大选结束了，再再观察。并且强调，伫咧美国财政部也未公布汇率操纵国家名单进程，央行恐惊拢毋敢出手做声。外界认为，伫短期内，新代表对外美金有可能会深化偏坏南防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早起劳动部柯明春部长伫立法院说明讲，劳保的年金若要改革，会针对收费计算的比例，还有给付的算法，甲政府3天这3方面都去检讨，会收集民间的见解，才来拍算详细。总是国民党的立委议员要求讲，劳动部嘛是爱甲未来改革年金的时间表拼好明。劳保基金预计伫2026年就会面对破产，就算讲劳保年改修法已经暂缓，毋过立委也是要求劳动部提出专案报告来说明具体应用对策。这件事情的讨论是大家要共同来面对哈，那当然也要共同来承担哈，那不会有说啊劳动部一意孤行。部长之前有说过，赌上乌纱帽也要来做劳保改革，现在也是。年改这一件事情是大家一定要面对处理哈，那个人去留其实并不重要。劳动部的报告指出，先进国家年改政策包括延后退休年龄、降低给付的水准、扭长投保薪资采购时间、提高保费甲政府投资。若是台湾至少会针对汇率给付的公式计算甲政府拨钱来做劳保年改。毋过劳动部的报告拢是原则性的内容，叫国民党立委批评讲文不对题，完全文不对题，具体改善措施含修法期程、因应对策都没有。记得我们军公教年改的时候喊出来的口号，把劳工吓得半死，叫做多缴少领延后退，是不是？若是劳保财务精算每3年一摆，有立委表示，离最近上近一届的精算是伫咧1807年公布的，所以要求劳动部伫咧启动年金改革进程，也该爱全面重新精算，才会当来处理。改革或变革之前，势必须要有一个全新的精算，要不然你就是等到下一次精算报告出来，你再开始启动。这样比较不会冒险。要推动劳保年改是不简单，行政院伫咧1802年到1806年提出修正草案，3日起议场审议，毋过迄当阵拢无完成修法。劳动部长柯明春捌表示，用家己的官位来拼嘛要推动，嘛搁一个强调讲个人要劳保是无重要。国民党立委是预告讲，下个月举办3场立法院的公听会，到时阵要安怎改，答案就会出来呀。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各地头的消息来讲，去年有台南市议员会同人本教育基金会，指出市内一个已经教20档，搁要得到资深优良教师的小学老师张福胜，对查某学生的骹来手来骗扫，甚至也会共操打。经过检察官查明，拢总起诉其中10件案件，地方法院一审也判决这个老师4年10个月有期徒。台南一个教册20年，而且捌得过优良老师的张福胜，和台南市议员佮有人本教育基金会表出来讲，捌对伊教过2间学校的学生骹来手来有32件，有31个人受害。经过检方的起诉10件，台南地院对伊涉嫌的1件10罪，各判3年8个月有期徒刑，合并执行徒刑4年10个月。A 女事后主动向母亲求援。于医院验伤时有哭泣之情形，亦侦被告对 A 女为猥亵之行为，当系违反 A 女之意愿，因此本院认为被告犯对未满14岁之女子犯强制猥亵罪，罪证明确。检方调查张福胜以盗税身份为1806年到1807年对查某学生骹来手来有几10件，是家长发现囡仔的精神状况无好。规件代志才互人抓出来。经过人本基金会调查，学校人员真早就知影这件代志，却无随通报处理。检察院嘛介入调查，而且纠正台南市教育局佮伊捌教过2间国校啊。针对纠正报告的内容，在公布之前，我们已经有针对相关学校的内部维师人员进行议处。那我们现在后续还有相关人员的一些疏失责任，我们也都已经陆续厘清。那针对这些维师人员，我们也会持续按照规定来议。一方面时间久远了，搜证困难；一方面小孩本来就不知道怎么去搜证跟保存证据啊。所以我觉得目前有个困境，就是对于儿童性侵害的部分，真的要追究行为人的责任，目前在司法上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金本基金会表示讲，台南市校园常常会有隐瞒无报也是食案，对犯错教育人员的处罚也是真轻，认为无法度有警示的效果，类似案件才会常常出现。台南市教育局表示讲，目前市府已经用主动介入的方式，另外台南第一审理了，其他9个人的受害罪证是不足，判这个张老师是无罪，目前检方嘛当咧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台东县的美丽湾度假村因为开发无成，县府当决定要支付6亿2000几万，甲建设这片旅馆的业者，新县部已经起好规措建筑。但早起环保团体也去到县议会申请，讲当时业者甲银行嘛才贷6亿外，县府买这个介绍，过去的县长敢无责任？证人主张美丽湾规期爱拆讨角，这才是正确的处理。台东在地环保团体早起去台东县议会申请，因为美丽湾度假村 BOT 开发案调查结果，县府甲业者解约，而且以台东县政府的估计，爱开6亿2900万，向业者甲建筑物买倒转来。环团质疑讲估计有问题，除了介绍甲市价有争差以外，可能还佫涉及争赛的县长放目，互财团会当利用建物，甲银行贷款甲6亿外，业者贷款甲县府买倒转来介绍真歪，要求议会监督县府爱公开调查的资讯，甲监价报告。嘛有议员要求讲，爱追究责任县长的责任。拿到使用执照，所以美丽湾才得以超贷6.6亿的钱。县府表示，业者的贷款早就已经还清，刑事撤销款。即嘛环保团体阁发现讲，美丽湾起伫海沙埔顶悬的游泳池顶耍水的设施是违章建筑，强烈要求县府爱业者甲游泳池、甲耍水顶的设施全部的建筑拆掉。县府表示会尊重环团的意见，不过公开调查的资讯要爱业者的同意。要若是要拆，也是要保留，目前还阁伫咧收集各界的意见，不适合即嘛雄就随拆。如果你只是单一个游泳池拆掉，我相信这个成本，我相信营造业也不敢接。那有一些环保人士也觉得拆本身是不是也要经过环评，因为它对环境的影响其实也是蛮大的。所以这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现在都先收起。根据环保团体的比较，美丽湾的建物要拆也是要保留，那拆是上界省钱的，只要3600万。不过若保留落来，可能会成做财政本地就困难的台东县的问题。若保留落来，至少就要1亿5000万。环团强调讲，会发起募款集资来拆美丽湾。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台中市交通局为了解决7期中华区遮塞车的问题，有直接点惠中路的路面插百货公司的名，指示驶车的民众要去就要对倒一方向行。结果煞引起人咧反映讲，这敢袂对固定的营业场所较疏偏，因为市府也无替别位的百货公司插名点大路。但交通局也表示，会阁继续检讨改进。台中市台湾大道沿路平常时的车流量就真大，便若到休困日，常常就伫塞车，尤其是要去百货公司的惠中路。台中市政府为着要解决塞车的状况，伫咧车路直接写2间百货公司的名，想要互车会当分流。不过这款的方式，去互民众质疑讲，敢是对7期的这2间百货公司有偏私？毕竟那个不是私人的那个地段吧。对啊，就是如果画上那个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 logo 的话，就感觉好像有一点点，就是哪里怪怪的。这是 OK 的，因为中港路比较不会塞车啊。有分流就是好的。对啊。有人感觉无妥当，不过嘛民众认为讲，这款的措施才会当清楚分流。台中市交通局解说，7期这2间百货公司就伫咧隔壁，所以便若到休困日，还有周年庆的期间，4区位的交通一定会拍结。除了百货公司的人员，还有义交的疏导也是无够，所以才用车道标示的方式，让民众提早分流。2间百货公司的人潮量非常大，特别在周年庆，所以我们事实上在当年也是为了怎么样去疏散这些相关的排队车潮，或者是怎么样让民众依循的标准，那才会有一个临时的，比如说在地上的这些相关的字样，那让排队的这些车流比较好依循。不过民众认为讲，唔那是这2间百货公司，台中其他的百货公司嘛拢有休困日塞车的问题，市政府解决的方案袂当大细心有落差。台中市交通局表示，为着避免民众的疑虑，会针对即卖的措施来进行检讨。记者综合报道。
原来讲，花莲县政府这站长咧整治吉安溪，因为工程采用自然生态工法，店溪内贴石头，利用关节杆，互水流放较慢。结果煞造成四边的徛家暗时拢去互比较过去加真大声，溪水渗着石头的水流声，吵甲困袂落眠。但证人嘛出面要求县府，就要赶紧设法改善。这是花莲市甲吉安乡交界重要河川吉安溪，县政府伫遮进行环境改善工程，还有自然生态的保育计划，因为要减缓水流，所以采用下流工法。毋过发出来水声真差，引起在地民众不满。做那个叠水工法以后，一层一层上去，这样子好几层，然后让我们真的是24小时轰轰轰轰的一直叫。好几位老人家跟我讲，都说他们有失眠啊，就晚上都要吃安眠药了，听到这个声音更没办法睡觉。毋过毛民众认为讲这工法真自然，所以会当接受。觉得那是每一个人对声音的那个敏感度，他的那个感受的那个不一样。我觉得那个声音都是可以接受。花莲县府表示，这个工法是利用石头伫咧河道当中创造出关节差来减缓水流，是真符合自然生态工法。毋过想袂到说引起部分民众不满，会伫咧主题区较济迄个区段来做改善。我们现在是回归比较自然生态的方式啦，那也都经过相关的自然生态检核。如果说是因为有声音去影响到睡眠的话，我想也许可以做局部的调整。吉安溪环境改善工程，也有人行步道粉化、甲烟花桥梁补强、溪流景观复育、甲车地加整实物。民众希望县政府会当伫咧工程进程先开说明会，来得到共识。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西部云林县口湖的吴北川，近来争取到林文景观再造计划的支持，用铁桶凹出形体，讲地方流传的往事。内容包含民主前辈省议员李万基，还有庄头的老柑仔店种种。旅客来到这，一间一间的古早厝，沿路一直探地方的历史，也会当经过欣赏铁桶的花，一出一出，一直了解详细。住在口湖吴北川的林酸阿嬷已经92岁，做在家己的柑仔店外口边的铁花桶设计，结合柑仔店的商品，要互游客来到这，会当透过铁花桶了解厝体甲在地乡亲的故事。有哦，20外位啦，伊袂做啊，袂做足水的。啊，生理有变好无？生理有哦，来就来咖啡啊。把在地的每一道人生的风景，或者是跟屋主这个地方，他用一个铁花窗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云林口湖的吴北川争取到城镇之心林文景观再造计划，设计团队用10个在地故事，包括民族先辈李万姑、柑仔店甲农产品等等，từ整个来设计13面铁花桶。花很多时间，比如说坐在这边跟阿嬷聊天，那其实很多无形中是聊天，然后找到这个故事的元素。两个手握起来，就是他因为那个兄长，他照顾弱智的妹妹，所以他平安保佑，就希望他妹妹能平安顺利。吴北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表示，这13面铁花桶就từ整个来有兴趣的游客会当来试看卖，好亲像是咧找宝，也会当了解在地故事。铁花桶已经吸引最游客来欣赏，希望会当成做云林海口的新景点。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医疗的新消息，脑血管病症威胁咱的国民是真重。10大死亡的原因排名一定在内，平均测44分就有一个人因为脑中风来过往。但台湾大学的肖和明教授已经开发出全世界头一组快速判断患者敢会去得到脑中风的影像技术，准确的比例，佫听好大家9成。受测者甲下海挖过去机台，仪器自动侦测光源，对阿妈棍录20秒的影片，扫落来传起哩分段计算，差不多3分钟至5分钟了后，会当呈现阿妈棍动脉下塌的状况。如果我们的颈动脉或者是我们的血管有阻塞或者是狭窄的话，然后它会影响血管里面一些血流动力学的改变，而这些血流动力学的改变呢，其实在病人跟正常人之间，它就会产生所谓的特征上的差异。对动脉来进行动态影像的分析，判断血管下塌的状况。蓝色是代表健康，黄红色是代表讲有脑中风的风险，需要进一步检查。研究团队指出，甲台大病院心血管中心合作5档，比对500条临床案例阿妈棍动脉超音波，确认技术的准确率会当达到9成。
我们今天设计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类似一个血压机，让一般的民众呢可以很容易的用不侵入的方法，很快的知道大概自己颈动脉狭窄的这个风险是在哪里。所以它并不是要用来取代诊断的标准。伫咧科技部一年2000万的经费支持之下，研究团队以创新影像技术来进行脑中风快筛。肖和平教授6月份成立新创公司，目前做出4台原型机，因为无需要5年的临床实验，评估申请医材核准了后，就会当生产，和研究成果会当实际投入去预防医疗内底。记者综合报道。关心老大人来讲，嘉义大南的高背社区，这站有招募庄头50几个顶背时代，做伙来做老学生，参加连续11礼拜学写字、学习各种知识的百岁小学堂这款课程。其中上济岁一个学生，今年已经96。昨规站课程结业，这些老阿公、老阿嬷拢穿学士衫，欢喜来领毕业证书。一笔一笔写家己的名，写甲介认真。96岁阿公伫社区上尾3个月课了后，即马毋但会晓写家己的名，毕业考试即天，佫考100分。嘉义县大南镇的高背社区关怀照顾据点，27号特别替社区的时代举办百岁小学结业式。上一寡迄个活动啦，一寡事事啦，相信啦，互老岁的头脑袂安尼，互较灵活咧安尼啦。你若无安尼吼，拢伫厝里无咧运动啊，无咧做啥吼，较快衰退。高背李柳表示，社区内底的时代拢是做细人，也是细人的骨仔会晓写字的无几个，而且用的时阵嘛袂主动出来活动，所以才配合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伫社区来开课。我看因拢伫厝看电视啦，坐凉亭啊，骹伫遐咧拄久啦，我感觉安尼足无好的啦。哦，咱即下办起来吼，因这感觉讲真好，足期待讲每一礼拜二来遮，来遮办活动。看到本档的考试成果，阿公阿嬷虽然歹势字无写了真水，但是100分的成绩，互大家拢真欢喜。上课老师就讲，这个时代有这精神甲快乐来学遮侪物件，实在真无简单。100分。考100分哦，啊你有欢喜无？有啦，我都哈慢啊。讲头就知影尾，所以好教。是差伫讲吼，迄支比低头较重，所以吼，伫写字的过程有较慢安尼。其他你讲道理啦，你讲内底意思啦，人因拢会当足紧就了解。时代透过百岁小学堂的课程，增加社会参与甲生活常识，对因的身体甲头脑拢有帮助。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表示，嘉义县是高龄化较严重的所在，针对有需要的社区，拢会来进行评估，希望透过民间的力量，为在地时代提供更较好的照顾。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再来讲，近来这几年，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接到真侪音乐家、文史工作者，还有收藏家所捐出来宝贵的音乐文物、历史资料。其中有作曲的原稿，有宝贵的相片种，日后拢总会一一整理，让民间更较通详细了解过去台湾音乐史变迁的过程。早年描述查某囡仔期待爱情的传统歌谣《望春风》，曾一鸣老师伫在生前改写歌词，代表现主时的男女平等观念。即阵曾一鸣老师侪手稿收藏，嘛整理出来，捐予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保存。老师嘛是真想讲有心啦，伊讲伊即世人吼收遮侪物件，尤其是音乐方面那尤其甲遮前辈包括伊甲迄个吕先生老师啦甲迄个李林秋老师因遮前辈伊嘛拢有甲因交往会使讲是用脚去做历史调查的一个咱的先辈每一项文物拢代表过去的时代风华，尤其第一手资料嘛需要音乐家的关键，才有法度互大众看到上原始的版本。真济珍贵的这个民谣嘛是爱透过这个家属，甲过去比如讲这音乐家采集所留落来这个上早的版本的文书资料，还是讲手稿会当发表。
咱能看到更较早一寡重要的这文献资料。今年观众者有来自音乐的理论创作和演出，也有文学等专业领域，文物类型包括手稿、文献、相片相关收藏这的珍贵资料。啊，真欢喜，就是讲有遮侪咱台湾的这音乐家，甲因作品，啊个伊所有的这重要的文物，能够关乎阮传艺中心的台湾音乐馆。我相信这批文物也应讲是咱即马咧重建台湾音乐史内底最重要的这文物。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表示，因为2017年开始陆续接收重要音乐界、艺术文化界人士所捐赠的珍贵文物，未来嘛会继续收集整理，和台湾音乐史完整呈现。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北报道。旧文献爱保存，旧建筑也真珍贵。来讲高雄火车头附近有一间旧建筑中村女社，正是228事件当中，高雄中学自卫队当作军据点，对抗政府军队的所在。总是女社厝后的地主这站本地已经决定要拆厝，地方文化界人士接到消息，紧甲文化局提报这大座历史建筑，望讲会当暂请保存落来。这2天的时间，原本伫遮的旧厝已经全部拆了，敢若剩一寡老古迹，搁有李社后边4楼的建筑。因为文化局接到民众的提报，已经要求地主停工。在地文化界人士讲，虽然古厝拆了，好佳在中村李社暂时保留落来。有一个自卫队时阵，因一直保留落来一个历史的场域、古老史的部分，然后它里面有很多洋楼，甲一寡咱洋楼，以早日据时代的、日本时代留落来一寡较传统的物件，因为嘛去用拆掉是足可惜的。中村李社甲旧厝其实已经足侪当无人住，环境垃圾。地主因为接到伤侪罚单，才决定要甲旧厝李社拆除。文书团体接到消息，赶紧甲文化局提报，主张中村李社是历史的建筑。文化局嘛请委员到现场了解。它增建我们查到的建馆的资料，后栋的部分年代是落在民国的42年。那虽然这2栋的年代不一样，那民众有提报，我们还是会依照提报的内容下去进行它的文化资产价值评估。那这个评估还是会有分成，像说历史面的部分、建筑面的部分，然后相关的技术史。中村李社原底是战后高雄车头上悬的建筑。228事件迄当时，乡中自卫队要甲李社当作据点对抗军队。不过，原本伫个建国路的李社，早就改建做店头，后壁的部分卖予即卖的地主。这条巷子进来看背面还可以看，前面完全看不到了，没意思。文书团体希望李社甲隔壁的保安宫会当成做大港埔的景点。后礼拜文化局委员阁会正式会勘审查，决定李社未来要安怎处理。记者陈家军赖为做高雄报道。咱换来讲，国内目前虽然还阁无实农教育的法律，不过真侪民间团体、学校机关针对这方面拢已经开始咧尽心。下暗10点，公视台台青春咱的梦这个节目，邀请观众朋友做伙来了解各行各业推动食品教育、宣传食食的知识，种种用心的过程。食食安全的问题，唔但关系健康，嘛影响到国家的环保、农业、甲医疗等等。伫咧食农教育法还未完成立法进程，上较有效率的处理方式，就是对校园开始实践。在营养午餐，其实是去建立一个小朋友的一个饮食习惯，厂商的厨艺也提升，加上营养教育，那告诉他说不要挑食，那减少生食，爱惜食物，其实厨余是下降很多很多的。伫台湾已经有民间基金会伫拍拼做校园中道等的改革，和地方县政府合作，伫咧辅导的过程中间，所嘛发现造成目前问题的原因。无人去管到学校营养午餐内底的设备，伊内底的空间环境，是毋是无人去注意到校厨因的薪水？1年8点钟的卫生讲师都有够啊吗？所以因无遐尼好的教育。或以一个新的知识，无人咧处理这块。
强调食品安全的时代，课本无解的代志，有民间基金会透过共同合作来传播正确的资讯，给予民众对食食教育相关的知识。网络上面呢，似是而非的资讯真的很多。然后那另外一个部分包含就是有一些夸大的一些行销的语言，那所以民众看到以后往往不清楚他到底应该怎么样选择，或他到底应该要相信谁。食食教育甲咱的生活夹得真密，但是自2015年到今，民间所讨论出来的食农教育法草案，到目前也未进入立法院议讨，所以食食教育要伫体制内整合推动，也阁有真长的路要行。记者郭定武、柯宏尧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气温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4度到29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6度到32度。台南、高雄、屏东28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23度到29度。金门、马祖、澎湖21度到30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晶，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